眼神交流，人与动物的情缘有时就在一瞬间。刘香兰却得理智地介入这美丽的画面。几岁哦，17。 17，你的爸爸妈妈同意，把你爸爸或是妈妈或家里电话给我，我跟他们通了电话，确认他同意你们养，那你才可以带走。毕竟这里的猫狗都被遗弃过，若不能担保下一站幸福，宁愿再等有缘人。常年收养流浪动物的刘香兰，在捷运地下街成立的爱心商店，是认养的管道，却也是生命教育的启发平台。我们这一代给了孩子们是什么样的环境，将来会造就出什么样的孩子？大家都认为我针对的是猫狗，错。 我绝对不承认，我只是面对的是生命，不只是他们，是所有的生命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，我必须来找回我们固有的文化。这些小猫小狗的生命故事能就此改写吗？刘香兰用毕生积蓄来搏，山上还有1500多坪山坡地当收容之家，几百只猫狗是爱心妈妈放不下的责任。尤其我们客家人啊，比较节俭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对生命更尊重。为什么？他会利用更多的资源，不要浪费。啊，这是我非常认同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想法。所以为了这些小朋友，然后省吃俭用，就在两袖清风也继续奉献。不容易。人家黑还刚你个米给。错啊，我感觉到一傻批呀。这是客家人的美德哈，也让你觉得骄傲。错啊。乐在其中。 有限的资源毕竟无法根本解决流浪猫狗的问题，尊重生命依旧是台湾民众不得不精进的一课。一係客家人嘅美德，我感覺到伊莎批；一係客家人嘅美德，我感覺到伊莎批。